大家好，我係金文16嘅史葛，我從事咗工程行業16年啦。喺16年裏邊咧，我有買樓啦，亦都有做其他嘅投資方面嘅嘢。我原本入嚟金文諗住攝時間嘅啫，點知入嚟課室之後咧，阿 Sir 同我哋講，我哋需要有5大嘅收入管道。由細到大咧，有個傳統思想，諗住打工啦，揾錢養自己嘅。跟住我開始審視自己啦。阿 Sir 喺課堂上面講嘅5大資產啦，投資物業有啦，投資股票有啦，但係原來其他3樣我係仲未有嘅喎。好景不常，喺2025年，我遇到我最大嘅中年危機——失業。因為香港經濟差，行業轉型，我嘅工作崗位被取締咗，我刻感到不安、彷徨同恐懼。上咗金文財商班之後，我才發現原來可以將我嘅股票投資嘅方面嘅收入嚟補足翻我主動收入嘅不足。再加上課堂裏邊嘅身心靈體驗，可以舒緩到我嘅恐懼、不安，等我可以好容易咁接受工作轉型呢件事。金文係一個真係好好嘅平台，佢結合咗財商同身心靈兩個主要嘅元素，嚟迎接一個財務自由同埋一個心靈嘅自由。如果你想增加收入管道，達至財務自由，你一定要嚟金文財商班。金文財商班，一切從相信開始。